兴大学第20届董事会111年5月6日议决，敦聘陈清和博士为世新大学校长。世新大学8月1号举行新卸任校长交接典礼，第10任校长陈清和正式上任。他投身教育界超过40年，也是世新的校友。过去曾担任过台视董事长、世新传播学院院长等职务。接任校长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少子化的挑战。对此，陈清和表示，世新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会用特色教学赢得学生跟家长的认同。天时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型，地利的部分是我们在台北市，人和的部分是我们的内部的同仁跟老师们一起的齐心合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在面对少子化，世新大学可能还不会有那么艰难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不会掉以轻心，而是需要做更多的准备。那么这个更多的准备呢，我想不外乎世新大学66年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传播。陈清和表示，传播媒体是世新的特色，上任后会积极达到数位传播贯穿各学门、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的特色教学目标。他也强调，在数位科技时代下，只有变化才是不变。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传播学院的强势、我们的特色，把我们的管理学院、把我们的人文社会学院、把我们的这个法学院这些教学课程产出跟产业之间的距离把它拉近，我想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会做的。第二个呢，是面对科技变化的时代，我想只有变化才叫不变，所以我们就创出了第二个口号，叫做数据智能结合各专业。数据智能不外乎就是 ABC 嘛，一个是人工智慧，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云端。那么结合这些数据的工具之后，我们就结合了各专业。现任校长吴永乾后续也被聘为法学院的专任教授。对于8年来世新的蜕变，他感到相当骄傲。同时，他也指出，台湾的学费可以说20多年来都没有变化，但教育需要成本。他也呼吁教育部要让大学自治。我觉得办学是需要成本的，特别是要把学校办好，你要找好的老师，要给好的薪水，你要有好的设备，你也要有资源，那么才能够来支应。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教育部应该要对大学自治，还有对于这个大学的发展呢，应该给更大的自主的空间，那么更尊重这个从事教育工作第一线的这些大学校长们的这个发展校务的这个意见。陈清和校长表示，上任后会致力打造只有世新才有的特色教学，像是去年底启用的跟好莱坞技术同步、亚洲第一座占地470坪的 LVS 智能设置基地，结合最新技术跟产业链接，强化学生的理论跟实务能力，让学校口碑持续加分。记者赖伟一台北报道。